哦，这个声音是在念易经正式，证明的正，解释的是电脑程式在念易经正式。清净经也跟易经八卦64卦有关系耶。这个位才是对的，有的网络文字错误啊，要比这个，因为那个位才是对的，不是唯啊，唯我独尊的唯不对的。我空法空，人空我空法空，空空，是我法两空啊，我空法空空空，应该是我空法空空空。要个戒，要加个戒啦，戒杀盗淫妄酒要加个戒，守戒律的戒。正能量跟负能量不一样，这个妄应该是这个妄才对，这个妄下面那个女字旁的那个妄才对啊。